继续来看新竹市的警方判一件大麻案，这个市值高达5亿，设备阁是史上上界专业的。这个设立在新竹县的卖毒的集团，是利用紫外线灯甲专业的水冷式的通风的设备，伫室内来种这个大麻。警方接到线报，埋伏着3个月来破案，查扣着大麻的外层1500外层，牵涉的成品嘛高达7公斤。法务部长蔡清祥甲警政署长陈家钦嘛真重视，亲身到场，而且来强调讲，以台湾目前的国情，无可能会甲大麻来除罪化。换气设备。 规房间拢是紫外线灯，阁有冰冷式通风设备。新竹一位少年的查甫和朋友伫新竹香山打造这座种大麻的工厂，掠准伫主题区未防发现，不过要是互民众检举。嫌犯路档本，干那成长顶就有66组，互大麻伫室内嘛会使成长。成长期自原本伫室外6个月，减少到4个月就会使收成。检警查扣1540株大麻外珠，打扫成品7公斤和880支大麻粉，算落来价值要5亿新台票。专案小组经过2个多月调查，伫3月22日摕搜索票找到这间工厂，搁伫4月中找到单性木偶金主。我们也跟高检署有密切合作。那最近我们会展开一连串的一个扫荡的工作。少年帅毒品案，合法部部中心要扫毒的决心。我在这边郑重的宣布，基于我们的国情，政府是不可能将大麻除罪化。 专案总共掠到5位嫌犯，嘛拢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互提起公诉。